第7集20年，我歸納咗3件事。有人問我，你做咗20年實驗，到底發現咗乜嘢？我諗咗諗，講其實就係3件事，唔係科學論文嘅嗰種發現，係我自己慢慢碰出嚟嘅歸納。第一件事，夏多能夠改變物質嘅狀態。最簡單嘅例子就係嗰隻無極杯，同一支紅酒就用普通杯子飲，跟用無極杯飲完全唔一樣。我讓幾百個人盲測過，冇人猜錯。出味好多，其他酒杯嘅分嘢啊，果味香啲，果味香啲，純好多。我覺得純啲啦，我諗啲。這個杯子啊，那個酒會變得比較順口，順一點。即係好似 decant 咗咁樣嘅感覺咯，即係開咗一支酒。酒都係那支酒，但飲起來變順滑咗，香氣更開咗。你唔需要記任何科學詞彙，你只需要記得夏多能讓物質變得不一樣。第二件事，夏多可使物質嘅原本功能放大。香蕉實驗就係最好嘅證明。我攞2根同一寸嘅香蕉，1根沒處理，1根肉，夏多處理。5日之後，冇處理嘅嗰根發黑腐爛，處理過嘅嗰根仲係金黃嘅。香蕉冇變，但佢嘅保鮮能力被放大咗。同樣嘅道理，用喺茶葉上，茶味更順；用喺食材上，保鮮更耐。夏多唔係魔術，佢係讓原本就有嘅物質發揮得更好。第3件事，夏多可能對生物或人嘅身體有益，呢個係俾我最興奮，亦都最謹慎嘅一層。從醒酒到保鮮，從保鮮到人體感受，每一步都係新嘅嘗試。最近呢，我哋開始測試夏多處理過嘅普洱茶，自己飲咗1年幾，好似更容易出汗，同埋身體脂肪明顯減少。我哋仲喺度收集更多人嘅反饋。我唔係話夏多能治病，但係越嚟越多嘅現象話俾我知，夏多處理過嘅液體被人體吸收之後感受不一樣。有人問我，呢3件事有科學依據咩？我話我唔知道點從分子式解釋，但我知道香蕉唔會呃人，酒杯唔會呃人，幾百個飲過嘅人亦都唔會一齊講大話。我唔係科學家，我只係一個做咗20年實驗嘅人。呢3件事係我親眼睇到嘅。如果你有一個超能力，你最想用喺咩地方？下一集我要介紹一位香港科技大學嘅榮休教授，佢用30年經驗驗證咗夏多生物波活性科技。請大家留意下一集。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記得訂閱同點讚上呢個頻道。